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12月12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先要来关心的是2024的总统大选。昨伫中选会抽号码，郭文哲抽到1号，也那赖清德是2号，侯友宜是抽到3号。郭文哲是毋若亲身来抽，伊嘛表示讲，这个赖清德伊旧厝违建的争议，就是诚信的问题。也那萧美琴昨号码抽煞，是去新竹的台积电创新馆参访。要来拼选票，也那侯友宜伊是提出各方外交的政见，也讲到这个军人爱加薪水的议题。义无反顾拼一次，最后选择选1号。中选会11早起举办总统候选人户处抽签，结果出来，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哲、吴欣盈抽到1号，民进党赖清德、萧美琴2号，国民党侯友宜刘小康是3号。郭文哲亲自前往中选会抽出号码，佮批赖清德违建争议是诚信问题。就好像在讨论那个吴欣盈的国籍嘛，你资料拿出来就好了啊。他到现在为止，那个缴税的记录到现在是不肯拿出来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已经不是违建的问题了，是诚信的问题。完成户处抽签，民进党萧美琴下昼前进新竹台积电创新馆参访，抢攻科技选票。对于外界烦恼护国新山，台积电布局全球人才加技术的防乌空，却赢8座美积电。萧美琴补贴，台积电第一个字就是台。台积电的第一个字就是台，那台积电永远都是台湾的台积电，在我们能够信任的伙伴的国家里面做持续的扩张扩大，那在全球的市场上占有更重要的关键角色。另外，政策上安怎支持？萧美琴表示，避免双重扣税、跨境人才布局，拢有真大的帮助。那国民党侯友宜也提出各方外交政策，包括建构国家安全战略，军人加薪100亿。那93军人节要改做全民敬军节，全国放假定。100亿加薪里面最重要的战斗单位的志愿役，每个月我最少给他加薪1万元。93军人节，我们要改为全民敬军节。为表敬意，全国放假。侯友宜表示，一旦当选，会伫就20个月内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将3D战略具体化。国防以强国国防合作战争为原则。外交部分是金融外交、印太睦邻、平等互利、民主永续。记者综合报道。检方顶个月抓到一个由军人组成的中国间谍集团，这风声要用美金1500万的代价，要等中国军演的时，直接把咱军用的直升机驶过去中国。这国防部是表示讲，中国最近有真侪这款声人导航的动作。另外，邵伟强的中国间谍案，有一个姓孔的中校想要利用交台关公来摕到军人的情报。检方也照这个违反国家安全法定罪加起诉，建议加判重刑。CH-47军用直升机伫国庆典礼吊挂大型国旗飞过总统府顶面去民安宫，也毋过即马传出，检调在月底破获以誓丹退役军官为首，在台组织共谍网的集团，要想要策动西正中校趁6月中国军演强南瓜近南国24海里，驾驶CH-47直升机停靠强南，提供收金1500万美金甲泰国永久居留权。那安尼，蔡总统主持的控制第一级别专案会议内容传出一项泄露。这几年的确，中共对我们有很多动作啊，拉拢我的人呐，的确受到蛮大的影响。有什么征候，一方面会提醒检调单位有这资讯，再一方面我们就要做损害管控。专家分析，这款直升机飞到强军大型军舰，像有阵定陆舰，比这款战机需要准备机场后勤整补较简单。虽然这款 CH-47无成功，不过也反映出中共的野心。国军爱家庭情资已经外泄，爱赶紧脱牢。第一个先暂停飞行这是必须的。然后第二，赶快查明这名的涉案军官他到底经手哪些业务。那第三点就是说，目前比如说这一周或这个月的他们叫飞航的航次，可能必须航特部就要做完整的调整。强调案一直传出，进前退役上尉邵伟强替中共发展组织接受陆军上校向德军签导航承诺书。
邵伟强向以个案法定罪判刑12年6个月定案。又毋过另外一个也互邵伟强吸收的圣康中校，想要透过免费招待境外旅游，向现役退役军官提供情报给中共，图检10亿情价以贪污违反国家安全法定罪嫌起诉，可见且反映相当量刑。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5款的违背职务收受贿赂跟修法前的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一的第1项跟第2项，为大陆地区公务机关发展组织未遂等罪嫌。虽然圣康中校承认犯刑，搁缴回犯罪所得，不过检方认为危害国家行为未当轻放，申请犯伊没收不法所得11700美金加人民币6万。检方也表示，方接触的军官有的是无大刑，有的是因故无造成。好佳在拢无其他人方吸收。记者综合报道。这中国最近毋但是甲菲律宾伫南海有冲突，伫东海也甲日本玩袂煞。中国海警的船是入去钓鱼台附近的海域，结果煞互日本来指控伊侵入。中国也反过来指控日本的渔船嘛是共款驶入因的领海。学者就讲，这个拜习会了后，虽然讲美中关系有较冷静，也毋过这个中国有关是会伫东海甲南海来展现因的实力，甲因本地的范围顾好掉。中国海警船向菲律宾船只喷射水炮，4只位也有几多只小只船伫边啊，毋过冲突毋若安尼，会当清楚看到双方的船只直接弄做伙，真危险。中菲伫南海的仁爱暗线搁再有争议。中国讲菲律宾的船只非法走入去附近的海域，运补物资侵犯中国的主权，海警依法实施管制。佮讲菲律宾的船只是故意的行为，毋过菲律宾是讲互中国的海警船弄着，佮指责中方发射水炮，造成一只菲律宾籍的船只发动机严重毁损。菲律宾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否定中国对仁爱礁的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原则，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方面毋但伫南海甲菲律宾一直冲突，嘛伫东海甲日本各有争论，找到中国2只海警船进入钓鱼台历史周边的海域，引起日本的不满，讲中国侵入领海。毋过，中国海警局颠倒讲是日本渔船非法进入领海，依法甲赶走。学者分析，拜习会了后，美中关系变较缓和。毋过，中国要展现伫东海、南海有一定的势力，袂因为美中关系放弃家己讲的国土利益。现在中国它主要走的就是在一个美中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状况，但是在周边区域的一些竞争上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区域利益是对中国来说，它是绝对不会去屈服的。国防部嘛公布，强军山东号航南偏队阵在沿海峡中线西边由北往南穿过大海，显示强军想要伫大海、东海、南海这个区域的无明确的所在行动，持续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也向中国民众表明要加强稳定内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变强，所以北台湾会变较凉冷。咱做回来看温度。受到东北季风甲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甲东部地区拢会是凉冷有雨的天气。湘北地区、宜兰也佮有东部地区咧，这会落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入暝了后，东部的雨会落较离，剩宜兰甲湘北地区有雨。伫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北台湾对昨28度会降到20度左右，大家会感觉熊熊变寒。也若中南部是较无受到影响的，毋过爱注意早暗温差真大，所以出门都要加注意啊。另外来关心这为着要帮助癌症的病人会当量早接受治疗，健保署是规划每年开始要提供一款基因的检测，就是 NGS。这健保是会当给付的，打算要先予这个肺癌、甲黏癌等等11种癌症的病人来使用，也毋过目前无包括大肠癌末期的病人。癌症已经连续41年是咱国民众10大死因的第一位。那台湾当年大约有12万人得癌，真侪病人伫治疗进前会做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简单叫做 NGS， 看基因突变位点来决定要用什么款的标靶药物。为了减轻病人经济负担，卫福部健保署当研议将次世代基因检测纳入健保给付。传统的 PCR 的方式没有办法验，它一定要用到次世代的基因定序的方式。
那么因此我们会在明年去扩充给付。健保署表示，感情种类真济，已经请各领域专家进行盘点，其中健保现有给付项目，其对应基因的次世代基因检测费用，确定会由健保给付。头一波有计会纳入气癌、年癌等10种癌症，也毋过大肠癌晚期的患者是防排毒。有医师烦恼，恐惊会增加大肠直肠癌患者真大的医疗负担。如果没有健保给付，你想一个病人一个月大概6万块，要做18个疗程，大概1年100多万，再加上基因的检测，可能150万，1年跑不掉。健保署强调，传统单基因 PCR 检测都会当适用肠癌的患者，不一定爱用次世代基因定序。保障专家对给付鉴别方式等拢有共识甲原则，也毋过实际适用的研究人数甲费用也爱进一步的精算。但12月2日召开专家会议讨论了后，才会当定案，上紧明年第2月上路。记者综合报道。人类的年度病毒也就是 HPV， 无论是查甫查某，拢是会感染到的，嘛可能会因为安尼来引起癌症。目前卫福部是敢若予各中的查某学生来自公费的 HPV 疫苗。台北市卫生局即马要走大声，对于明年开始，各中的查甫学生嘛会当来自公费的 HPV 疫苗。做一支就会当预防感染人类乳毒病毒，简称 HPV。目前卫福部国健署推杀各种女性主公费的 HPV 病毒，男性无提供。不过台北市卫生局11宣布，要摆伫6岛的头前，明年113年开始提供112年入学的各种男性公费主 HPV 疫苗。我们预计就是112年入学的一个国中男生，将近1万人左右。那我们来提供HPV 9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接种。卫生局表示 ，HPV 是一种会致死细胞癌化的病毒，大部分是接触甲性行为为着的。照流行病学的资料显示，不分性别，人的一生感染的机会达到8成。来做主 HPV 疫苗，唔那女性会当预防子宫头癌、阴道癌、外阴癌，男性会当预防头癌癌、粪口癌、甲菜花等。如果只有打女生的话，其实你大概只有阻隔了1半的一个传染源哈。那男生的角色在这个疾病也非常的重要。WHO 的文件里面大概有提到说，所有癌症里面，在女性的所有癌症大概8.6，它是归于 HPV， 那男性的部分大概是0.8，所以他认为说这个部分有一些差距。国健署表示，尊重台北市卫生局的做法，不过明年计划也是照 WHO 的建议，自9岁至14岁有性行为进程的女性为主，女性注射率较悬，嘛会予男性的风险降低。目前评估效益，女性注射的效益较悬，未来我会同步参考国外资料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个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代替每年元旦的改制变作是代替公司，第一项挑战就是人力的欠缺。代替企业工会评估公司化了后，会有2000到3000人离开。另外，28档无去的代替车票，敢要调整咧，这嘛是代替的考验之一。自由时报，香港的恒生指数昨继续咧跌，上加报到16000点，这是13个月以来上低的纪录。也因为香港的股市跌跌所以最近2档有79间证券公司关门。中国时报，总统大选咧要到啊，上加工资法的这个草案，今仔日送入法院审理。虽然讲朝野拢同意爱量早来商讨，也毋过对劳工代表伫审议会的人数，甲上加工资的部分条文也无共识。预计今仔日伫立法院会有一场大车拼。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国呼吸道的疾病越来越严重，所以建议有症状的人上好就爱挂喙红，因为呢，这刷落来就要过年啊。意思是表示讲，这病毒是完全无法度阻挡的，所以那因为这个流感甲新冠的病毒呢，都是有重症的风险，建议民众上好也是爱去做疫苗。中国官方伫咧最近公布2023年新版的挂喙红指引。建议除了呼吸道相关疾病确诊的人，以及医疗院所、公共运输，即款无法度维持一定距离的封闭的空间，拢爱挂喙红。有囡仔伫咧当地读书的大商讲，即马有一寡学校已经开始要求学生爱挂喙红，因为最近确实是病毒大爆发，
有真侪因为病毒感染断线的个案。学校的通知就是发文，然后请家长让小朋友入校要戴口罩这样子。小孩都住院生病了，对啊，都住院住1个礼拜呢，因为咳得太严重了，甚至有的是高烧反复嘛，因为5种病毒都不知道哪一种病毒中的。根据咱个疾管署的监测，伫顶礼拜全台湾流感看医生的人数超过50000，小儿科的医生也伫咧第一线门诊有观察到，最近呼吸道症状就诊的个案，包括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加腺病毒，拢常常看到。因为流感加新冠病毒有并发重症的风险，所以建议民众爱注疫苗。有国际旅游史的民众伫看医生时阵，也甲医生讲，这些症状都是以呼吸道的症状来表现，所以有的时候要区分的时候还有一些困难。世界各地旅游也可能会接触到同样有呼吸道症状疾病的人，所以世界各地的这个旅游史我们都要列入考虑。伫疫情了后，世界各国交流愈来愈接。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世界医生会代表团。今年台湾医师会加世界医师会共同办国际研讨会，主题是全球健康安全甲医疗照护体系。总统讲，台湾伫过去防疫的成就，也伫以后继续分享交流咱的经验，为世界卫生做出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这个罗西亚的反对派的头人纳瓦尼对关的所在失踪，即马时间已经咧要1礼拜啊。美国即马是特别关注这项消息。纳瓦尼原本应该伫莫斯科当兵一个流亡所在2年，不过伊团队已经甲伊失去联络将近1礼拜。因问所掌握到的流亡所在监管人員得到的答案是找無這個人。It is about his life and his health and about his his security. Lawyers tried to access him there during last 6 days. In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were just told that the working hours are over, so they have to leave. 纳瓦尼团队最近一直回去被转移到特别管理系统的监管单位，并且做伊甲保持联络。这所在是相关安全级别的流亡所在。伫俄羅斯耍犯人用鐵路載人過程要幾啊禮拜，團隊表示目前無法度掌握伊是毋是已經耍到新的所在。We do not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his whereabouts.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for Mr. Navalny's well-being, and after he did not appear at his scheduled court appearance today, we have communicated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ha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what happens to Mr. Navalny while he's in their custody. 纳瓦尼今年8月被认定犯成立假造造极端组织罪行，原本的违反假释规定，早期甲藐视法定罪9年徒刑，搁延长19年。伊团体认为纳瓦尼失踪甲最近俄罗斯总统普廷宣布要竞选连任有关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乌克兰的军事经费得要用了啊，也毋过咧，这美国同意援助的钱，有关是卡伫的国会，所以总统拜登是邀请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去美国来访问，向国会来解说这条钱对乌克兰的重要性。这个泽伦斯基也伫咧12月初10去阿根廷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想要借这个机会来争取南方国家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下伫12前往华府，甲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将是俄乌战争1年9个月以来，泽伦斯基第3摆访问美国。泽伦斯基即阵可能也会甲美国总机局长强生会谈，争取支持乌克兰军费用了。不过，拜登政府提出的600亿美金，大约1.9兆台票的援助方案，即马也卡伫国会。泽伦斯基伫前往华府进前，先出席阿根廷新任总统米雷伊的就职典礼。未结婚的米雷伊一路是由妹妹卡琳娜陪同完成所有的就职活动。Please take a seat. Oh, I will introduce my sister. She's the boss. She's the really boss. 泽伦斯基也利用这摆机会，甲厄瓜多、巴拉圭甲乌拉圭领袖讨论俄罗斯侵乌的议题。头一摆的访问，拉丁美洲的泽伦斯基表示，要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泽伦斯基也讲，伫前往阿根廷进前，也甲社会国家维德加共和国总理西尔瓦基会面，我感谢伊谴责俄罗斯的侵略，甲支持乌克兰的提议。
另外，泽伦斯基也希望召开一场全球和平峰会，要求俄罗斯自乌克兰退军过承认1991年苏联解体了后的5俄边界。另外，俄罗斯11生效一项政府法令，规定向禁止出国旅行的外国人，需要在接到通知了后的5天内，将护照交予有关单位。根据这项新法律，政府会当对向征调入国的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雇员、罪犯有权接触国家机密，也是极重要资讯者实施旅行禁令。那这个人的护照会由内政部、外交部等chấp法单位保管。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COP28 聯合國氣候峰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喺12月11提出新嘅氣候協議嘅草案，要來呼籲這個減少化石燃料，也毋過伊煞無講到要漸漸加淘汰，所以各界是真批評，包括這個歐盟甲一寡開發中嘅國家攏徛共陣，呼籲講一定愛來漸漸淘汰化石燃料。比預期晚6點外鐘才發布 COP28 聯合國氣候峰會核心協議草案，內容呼籲各國採取行動減少地區地球暖化污染，包含減少石油、土炭加天然氣消費甲生產。不過，真濟氣候專家甲活動人士批評草案措辭真模糊，缺少具體時間表，閣無講到慢慢淘汰化石燃料。You know what remains to be agreed. And you know that I want you to deliver the highest ambition on all items, including on fossil fuel language. If I can help, my door remains wide open to all of you. 在主席致辞的時陣，有示威者入去，也看板是化口號抗議。即報超過100個國家支持在協議中用慢慢淘汰化石燃料用詞，不過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領導人是反對在協議，但就這類的用字，歐盟以開發國家加開發中國家豆豆徛在共濟陣線，呼籲慢慢淘汰化石燃料。小多數國家聯盟已經表態未批准這協議，各批評談判無透明度加包容性。I cannot hide the fact from you. That the text as it now stands is disappointing. We will not sign our gift certificate. We cannot sign on to text that does not have strong commitments on phasing out fossil fuels. 美國國議發言第一份聲明中表示，這草案力求平衡多種利益，不過需要大幅的加強。一關氣候人士批評，上新的草案比進前版本明顯倒退路。峰會12結束，會議批准下一屆，會在2024年在亞塞拜然舉行。公司新聞陳慧珍報道。中國北京昨日已經落今年的第一場雪，在造成部分地區的交通帕格。不過，在烏龍港卻因為這個落大雪帶來旅遊的商機。在烏龍港有名的雪鄉景區，一片白茫茫，夢幻佮浪漫。為11月開始，來者遊客已經超過20萬人次。業者把握商機，華建建造哈爾濱冰雪大世界，佔地81平方公尺，除了是歷屆以來上大。遊客上愛冰嘅草流龍也加長加多。今年呢，整個的滑道從8條增加到14條，而長度今年也達到了521米，可以說是歷史上最長的、最大的一屆這個冰滑梯。七在北京迎接今年冬天第一場落雪，造成車路甲航空交通大亂。無人機互冰雪砍掉咧，只好在天氣坪渡冰。首都國際機場至少59個航班取消，不過當地居民看到落雪是真歡喜，因為這是3年來真難得看到的大雪。非常開心又很驚訝，因為我已經3年沒有看到雪了吧。感覺空氣清新，很舒服。北京有好幾日子沒下雪了。受強冷空氣影響，河南也迎接今年冬天第一場大範圍落雪。電商經濟所在發布，暴雪紅色預警，190列車幫助停駛，部分路段積雪超過深，未少車輛攏出去，當局出動2萬多人歸湄堵雪。為保障師生安全，鄭州市教育局決定，今天上午全市中小學和幼兒園臨時停課。當地氣象局預告，為13到15也有新一波的酷雪天氣，提醒居民出外時陣要特別注意。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國際上，閣有啥物款的大代誌？咱做伙來看世界。
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也未结束，哈马斯警告讲，若准无要谈判，就会开始来台连接。也毋过，以色列是无咧甲信道继续攻击加沙走廊的南部。针对加沙走廊的局势，联合国大会主席法兰西斯伫阿拉伯国家联盟甲伊斯兰组织的代表要求之下，昨宣布要紧急来开会。缅甸有一寡武装团体自10月底开始对军政府来发动攻击。军政府表示，中国介入协调以后，即马军政府已经甲3个主要的反抗军的团体来见面。根据统计，这波冲突上无有360人死亡，超过50万人有路无厝。国内消息，咱要来看的是高雄有一个卖厝的中人，为着要请人来看，所以就伫咧面册来看这个有外国婚姻介绍的广告。也毋过，这款行为已经违反规定，所以罚10万。移民署高雄专勤队是表示讲，外国婚姻是袂使广告的，所以会使去移民署来查合法的35间媒合团体。伫面册发文写12月开第一团，搁放查某囡仔的相片，这种宣传下国婚姻的广告已经违法，说出现伫高雄一个姓林的卖厝中人的面册顶悬。伊因为平常时搭卖厝租厝的信息伤少人看，竟然去找东南亚查某囡仔订婚的相片和资讯，要啥人来看，电到罚10万。林南市房屋中介为提升脸书观看流量，在抖音等社群软体收集东南亚女子照片及影片，并于脸书张贴跨国境婚姻媒合广告，向不特定人宣传。移民署讲，下国婚姻依法是袂当广告的，但是进前毛民众伫面册创婚友社，半暝搁伫遐锁顶放送查某囡仔的影片，做着国婚姻介绍的中人，毛卖量的伫咧店内打下国婚姻的广告，搁讲有真侪人会当选，这离谱的做法，即马拢犯法。已经大概有10年以上了吧，但是现在还有人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那为什么不能广告呢？就是我们认为跨国婚姻不能作为一个商品，那尤其不能把女性作为一个商品，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当去关心东南亚婚姻移民女性的南洋台湾姊妹会讲，目前台湾一年有2万对的下国婚姻翁仔某，东南亚的女性就占8000到9000对。伫民间团体拼命争取之下，政府伫新住民身份的取得和避免歧视性的用语部分已经明显改善，但嘛发现佫有语言通译和长照需求需要争取，才当互因伫台湾生活较较安稳。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的警方有抓到一个查某人，伊去夹红仔机的店面，甲这个50块的价钱全部拢换作是真的10块的银角仔。这个警方找到1800外的假的银角仔，嫌犯说讲这是中国的网友寄予伊的，目前已经互人移送法办。来到夹红仔机店换钱的机器头前，查某人一直咧落50块的银角仔，规堆的10块银就安尼落落来。不过，伊无注意到，这间店业者就徛伫边仔看，将换钱的机器拍开来看，业者发现查某人落的50块银角仔疑似是假，就随报警。伫咧标绿市的这间夹红仔机店，最近常常收到50块的假钱，业者找来到店里，果然去撞到一个姓张的查某人，一直咧用假钱换真钱。上礼拜有发生，在收币的时候发现就是假的，我拿到银行给银行看，那是假的，被退回，被收走了，被收在送鉴定了，还在鉴定中。警察到场了后，伫查某人的身躯顶查出38个50块的假钱，搁伫伊住的所在嘛找到1777个50块的假钱。查某人讲，这个假钱拢是一个中国的网友寄来台湾的，讲伊只要共换做10块的真钱。结果寄登去中国，就会当得到2万外块的口笔上。将依诈欺及行使伪造货币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要扩大追查假钱的来源，嘛提醒民众，真正的50块银角仔后壁有创字，转一个方向就看会出来。四周围各印字样做记号，民众就要加注意，才袂收到假钱。记者苗栗报道。
做民办的大公司群创顶个月收入大票174亿，不过即马所传出这个主要生产家电类产品的德南厂，甲上百位员工是透露，这个配套的措施是还未公布。业者是表示讲，这是为着要来提悬营运的效益。也那德科的管理局是表示讲，目前还未接到群创的通报。民邦商号之一的群创最近传出要伫19和20这2天大规模请德南厂区的员工自愿离职。传出有员工私底下讲，公司的人资敢若是要故意避开法规，用问讲的方式来约谈一寡员工，敢若想要互员工家己签自愿离职的文件。有听到这样会不会很意外吗？还是不意外，因为面板产业嘛。员工上班的情绪有影响吗？我们部门是还好，其他部门应该有些也会有点担心啊。群创回应讲，公司是拍拼在优化生产配置，提升整体的营运效益。主要措施是包括组织和产线的调整，会和同仁沟通，嘛会尊重个人的意愿，做上好的安排调度。根据了解，群创的德南厂主要是生产家电，传出工程师和线顶的作业员拢会减少一半，但有利方案是还未对外公布。内部消息在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这次提报的就任何的裁员情形都没有哎。如果涉及在苗栗的劳工，如果有受到不当的对待，也可以向我们苗栗县政府来提出，那我们会转给主管机关。互外界关心的是，群创初步公布的11月营收来看，有到大票174亿，月增0.9%，年增7.8%，表现是真好的。加上民邦业的景气当在大地反弹，谁若阁会做人力调整？专家讲，这可能和智慧生产、和净零碳排有关系。AI 的一些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其实生产线使用的人会减少，未来都是朝向这个净零碳排的部分嘛，所以他们必须在做生产线都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专家认为讲，民邦产业未来应用科技转型和智慧化的生产，未来生产线转换减少人力的状况会继续发生，但是企业在做人力调整进前，恐惊要好好和员工来沟通，避免劳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薪水统计，1月到10月的这个薪水平均是45000多块，那总个包含这个奖金甲加班费来算，总共是59000多块，是比去年同期成长1.53%。也毋过，甲这个物价因素了过了后，煞干那53000多块尔，这也是这7档来头一届的负成长。国内物价直起压力是真大，但是薪水却无啥起，互民众是感觉真力。主计总处公布10月工业和服务业的薪水统计，虽然1月到10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资是45441块，年增2.49%，那是包括奖金和加班费，总薪资是59270块，比去年同期是成长1.53%。物价因素提调，实际总薪资是53960，比年减0.87%，是7档来第一摆负成长。全球的一个经济趋缓的状态的影响，然后奖金发放的比较少，所以它在非经常性薪资的这个部分发放就会比较少。事实上，因为厝价悬、薪水低和通膨这因素，互少年人的压力是有够震动。根据联定中心的资料，全台有申请厝的贷款的2014年是206.53万，厝贷款的总额是7.14兆，平均大家人共贷款345.52万。但是到2023年有212.18万的人，厝贷款的总额是10.8兆，平均大家人共贷款508.89万，一个增加163.37万。我自己是偏向租就好了。真的房子很贵，然后薪水很少，然后如果真的要买一个房子，我不知道要不吃不喝多久。不动产资讯平台总监陈杰明就讲，全国厝贷款总人数增加的比例无悬，但是厝贷款的总额却大增加超过50%，而且薪资暂年是起无1万，根本就无法度去约厝价。虽然最近在政府拍叉棒之下，房市的交易量有转冷，但是厝价嘛是无落倒来。今年8月，政府提出新青安贷款了后，房市的买气是明显回升，因为会当有5年的宽限期，阁会当贷40年，相关会当贷到80%，利率阁有补贴，这嘛互厝价
个那个是去掉伫遐。这几年房市在变好的状况之下，建商他赚蛮多的。然后另外的就是在营建成本的部分，这几年其实涨蛮多，所以建商他也不太愿意快速去做降价。但个辩认为讲，虽然申请按贷款互买起救起来，但是对正是第一摆买厝款限期含现款起救等的人来讲，有可能对家己会当负担的做唔对的判断。若是未来央行搁起利息，才有可能出现厝贷款拿袂出来的情形。买厝进前一定要细致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0月小肯丰台海红头树受灾是真严重，到今已经2个多月，即马部落甲环岛的公路，也有100外拍的路顶拢是未倒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去到红头树视察，就强调讲2冬以来会完成红头树电缆线的地下化。一阵强风汹汹甲西仔门吹走，路边的电火条啊嘛吹甲歪去。今年10月，小肯丰台带来17级的强风，影响人数真大，造成全岛2423户停电。毋过过2个多月啊，部落甲环岛公路也是有100外拍路顶故障未倒，对居民造成真无方便。行政院长陈建仁11到兰屿视察主体的灾损，也有灾后复原的情形。小春台风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居民呢，大家还是很乐观、很勇敢的来面对这个灾后复原的工作。希望中央都能够关心兰屿的一些公共事务，以及包含我们的道路拓宽以及我们的地下化电缆的工作。针对小肯丰台互兰屿造成真侪位电火条啊倒去，也甲设备受损，陈建仁肯定台电公司用上紧的时间协助主体复电，嘛讲到政府编列10亿，甲全岛电线地下化，要求县政府甲台电协助路顶的问题。台电在今年呢年末这段时间呢发包的这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预计用2年的时间呢，会把整个兰屿地区的用电全部地下化。虽上兰屿电缆地下化有一定的困难，离岛修理的材料爱靠海运，冬天的交通较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停开，国家因为欠工，也有倒来路无够快，时间爱考虑到无影响交通。啊，不过台电讲会克服困难，2年来完成全岛电线地下化。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在挂稻仔了后，有真侪人就会来收稻草。彰化县的环保局今年伫二林乡的空品监测站装置个 AI 的自动判断的系统，透过这个系统的回报结果，发觉讲今年敢若伫二林就发85件这个空品的案件，这是英国的6倍外。田中交花粉放过去，就若亲像搭伫旧屋内底。虽然空污法禁止户外烧物件，毋过实际去彰化乡村，四界也是有即种的情形。时常啊，即阵你啊去嘛是拢贵个，拢咧烧。咱伫遐出去袂当年买较好啊。即马当时日期稻草的收挂期，彰化县环保局为了防止户外烧稻草，伫二林架设环境监视系统，一个搭载智慧 AI 判断花粉的系统，透过即时回报，就会当掌握伫户外烧的所在。因为此地的成果好，今年敢若伫二林的7站，就发85件，是往年的6倍。本县的稻作面积有4.7万公顷，是全国最大的稻作生产地。那大部分都集中在南彰化。彰化县环保局是讲，透过这套系统，会当减少人为判读错误，找到行为人也是地主，确认违规行为了后，会照违反空污法，罚千2至10万块的罚款。因为南彰化是户外烧稻草的热区，未来会扩大增设甲处置。不过也是有农民较惯习传统用烧的方式。若无烧是安尼伫个咧头足多啦，安尼点啊安尼足阿早就对啦。个你若用烧，若一寡迄糖香，看会烧死去。可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来去化这些稻梗，不用露天燃烧。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所谓的媒合的一个管道，所以需要政府一起来加强。农民认为烧稻谷桩头会当有效除虫，速度甲效果比孵化菌较好。款团表示，除了农会会加强农会处理设施，政府单位嘛爱协助农民增加气化、加强化媒合的相关管道。敢若处理也是罚钱，也是无度解决目前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国家会昨公布第23届这个国家文艺奖的得奖者，有传统戏曲的表演者小咪老师，也有作家夏曼兰坡安，甲视觉艺术家梅丁燕，另外也有纪录片的导演老松。为着要表扬伫艺术领域成就出众的艺文工作者，国艺会每2年办一届国家文艺奖，针对文学、戏剧等等7个类别选出得奖者。得奖的人会当得到奖座甲奖金100万。国家文艺奖今年是第23届，伫12月11公布4位得奖名单，包括表演艺术家小米老师、作家夏曼拿破安、视觉艺术家梅丁燕甲纪录片导演老兄。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深耕多年。创作不错，他们从在地出发，但是也连接到整个国际，展现了我们台湾艺术创作的多元跟生命力。明年的4月26号，要为这4位得主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董事长林基用补充说明讲，今年因为伫咧音乐、舞蹈、甲建筑类分别伫咧复审、决审无选出名单，所以最后敢若选出4位得奖者。记者会后，台记台嘛特别采访到伫咧歌戏领域、传承创作等等拢正出色的小米老师。老师讲，家己毋是自细汉就学歌戏，真正是下真侪苦功去学老一辈的安怎做戏。我早时是去教歌戏，我较早是伫咧歌舞剧团呢。我到30几岁来进入歌仔戏。所以我能得到那么多奖，我真的是这一生真的是无迄个遗憾嘛啦。小米老师讲，会当得奖，伊真欢喜，但是伊上放袂落的有关是歌戏的传承。小米老师讲，伊会继续甲家己会晓的物件拢搬出来，嘛毋望学生会当学着戏剧表演内底上有路的物件。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电影1895参大场顶，拢是咧描写即个意味战争甲1920年代的台湾。即个主角的穿插，就是代表无共的时代背景。即嘛，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是特别照即个戏服来展览，希望讲会当互民众透过展览来了解台湾过去的文史。电影1895内底客家妇女所穿的台琴衫，佮有扮演台湾1920年代的电影《大场顶》剧中主角穿的旗袍，才会拍戏服装，即阵当伫咧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展出。我公司拍迄个古早片，衣服很多，每几件东西手做的，这个他们有看到，就觉得也去看过，就觉得说哇，怎么都保留得这么好。那就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借来这边，就是做个展览？不同的衣服哈，客家的装饰啊，衣服料子还有设计，跟电影里面比较哈，个这图片加起来就有意思。客家妇女的台琴衫会当为布料看到阶级，一般人家的布料主要是棉甲麻，好野人会用丝啊、色水、嘛较影白。另外，还有代表1920年代的旗袍。其中一领翡翠釉花旗袍，灵感是来自台湾第一位女性画家陈进的手风琴1把刀。我感觉古早的衫哦，足优雅、足优雅的，因为我感觉伊的盘扣啦，甲伊的配色吼，感觉是对于生活美学很加注重啦。像这样物件拢是用手工那去做出来，就是觉得非常厉害，很佩服这些以前的技术技巧。台语文创意园区表示，园区内不时拢会播送本土台语电影，这边特别规划电影服装展出，希望民众会当进一步认捌过去的生活美学，嘛会当为服装了解无共族群的文化发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马即个以哈冲突嘛，影响到美国大学的校园反犹太的言论甲活动，即马一直拢增加出来啊。有一寡学校咧是针对即个反犹太行为较无咧处理，所以就有众议院的议员咧也要求讲爱甲即个校长换掉，甚至有一个捐款人，伊是讲要甲美金1亿的捐款全部拢摕倒转来。即马校长因为压力，所以已经辞职。外界也开始来烦恼讲，即个大学的自主性已经受到侵犯。
以下还未停战，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校内面反犹太人的情绪是唱得真悬，其中包括杀死犹太人，也是发动巴勒斯坦反以大起义者的激进的言论，引发学校内面犹太族的安全的疑虑。三间大学的校长进前参加众议院的听证会，对学校阻挡反犹行动的效果，众议员是轮流骂。Does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 Penn's code of conduct when it comes to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Yes or no? If the speech turns into conduct, it can be harassment. It can be,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唔愿意正面去回应众议员的问题，是引起外界强烈的批评。74个联邦众议员特别是发出联名批，要求甲3个校长解职。有关之后，宾大的人是呛声讲要甲管的1亿美金摕转来。宾大的校长麦吉尔和董事会主席伯克，隔一天就宣布家己请辞。哈佛的校长盖伊嘛，因为无法度更加强烈来谴责学校反犹暴力的威胁，甲大家回息咧。但麻省理工是挺校长的做法。Speech that targets individuals, or again, as we've heard, incites violence on our campus, or crosses the line. These cross the line into harassment. This is taken very, very seriously.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众议院嘛有可能对其他的大学开始调查。有个团体认为讲，这正优秀的大学并无拍拼去打击反犹的行为。纽约州阁宣布讲，若因迄州的高等教育机构无好好处理问题，就会甲因的经费断掉。但嘛有其他的意见认为讲，3个校长是在保护言论自由，国会的做法则是侵犯大学的独立自主。公司新闻两岸编译。加拿大针对高龄化甲少子化的趋势放零移民的政策，所以伫8天内就发出250万张的永久居留证。结果煞受到这造成物价大起甲厝变贵的结果，所以互愈来愈侪移民甲学生离开加拿大去物价较低的国家。55岁的妙茂是为缅甸来，伫加拿大生活超过30年，伊经营房地产甲餐饮事业真成功。毋过讲到退休规划，加拿大毋是伊的选择。I'm worried about the retirement as I get older. Living costs is extremely high in Canada right now. 加拿大本来是一寡移民经营新人生的理想国，毋过失去控制管物价甲大房欠款，互愈来愈侪移民被逼伫他乡艰难的生活。2019年，为立陶宛来多伦多大学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斯坦库斯，干那厝租每个月伊就爱开加币2000块，差不多是台票4万6，佮加其他的开销支出，互伊压力真大。PhD students end up working part-time or full-time jobs that are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加拿大政府为着因应高龄甲少子化趋势，放定移民政策，短8年核发250万张永久居留证，煞造成房价大起。11月份政府宣布，2025年开始，当年的移民人数上济是50万人。毋过，愈来愈侪移民还是学生囡仔已经拍算要走，准备去物价较俗的东南亚也是南美的国家。另外一个互人当作移民入门的国家澳洲，10月宣布限缩国际学生加加技术劳工的签证规定，除了提高国际学生的英语检测分数，学生囡仔延期居留申请嘛会变较严，预定未来2年内移民的人数会减少一半。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bring numbers back under control, that we build a better planned system around essential things like housing,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of all, that we build a program that delivers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澳洲为了解决疫情了后产业大欠工的问题，第2022年增加移民的人数，澳洲净移民人数一定会达到创纪录的51万人，这互本来就无够用的租厝市场更较严，造成移民的人数增加真济。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日本的麝香葡萄大粒皮薄又搁甜，这是日本用33冬才开发出来的新品种。也毋过，这几冬在中国甲韩国煞出现买工的品种，这寡翻版，互人怀疑讲是对日本偷早整治过去种的。甲这一罐外观敢若保酒的葡萄检查了后，才好好包装。这款正宗麝香葡萄，果汁肉饱，各甜接各济，各有家己的香气，是日本上顶级的葡萄品种之一。伫当家的百货商店街，一罐就卖100美金，是超过3000块的台票。虽然这么贵，但是真侪人送礼时阵拢会选择。但是最近几年，正宗麝香葡萄伫海外所拄到一个可比伊的对手。気持ちの面ではやっぱ心配ですね。うちもこれからそれこそ
やっと生産量も増えてきたんで、海外に輸出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考え始めたところなんで、もう海外に出すよって時に、いや中国産の方が一番いいものでしょなんていうマーケットが出来上がってたら、もう自分たちがいくら頑張っても高い値段では取引されないだろうし。正王麝香普得是日本科学家开超过30年才研发出来，但最近几年中国和南韩引入树苗了后，看在当地种出外观和味拢真成的麝香普得。虽然品质是无正王麝香普得遐尼好，但是因为较俗嘛，变做一寡消费者要来省钱的替代品。唔同，一個天一個地嘅，好賣啲。如果講以前啦，就肯定日本，就唔係大陸。但係今年嘅市道唔好啦，就好多人買大陸，即係求其嘅現籌下咁。明明知影是烏衣種的，但是日本政府卻無法度有對策，原因就是正王麝香普得敢若佇日本國內有註冊，無申請海外的專利，無合法的管道去要求韓國停止賣這種較別品，也是要求特許權的使用費。另外，中國是因為北京檢疫的規定，日本無法度向中國來出口普得，但嘛是要想辦法。日本政府伫2020年立法禁止甲已經註冊的種子和樹苗走去國外，若違反相關會當關10年。或者是罰款上懸1000萬日票，嘛用 DNA 分析來找可別品。公司新聞7萬0編譯。今仔日天氣如何？天氣報你知，帶大家做伙來了解。北部地區19到21度，中部地區20到27度。南部地區是21到30度，東部地區19到27度，外島地區15到25度。以上就是這個台記新聞，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時間咱再會。